你有冇試過以下呢種情況呢？想用 Notebook LM 做出漂亮嘅資訊圖像內容，但係又唔知道點樣寫 prompt，試咗10幾次都係唔滿意，仲要最後放棄埋。今日咧我要分享一個神器 prompt 實驗室，係我創建嘅，3個步驟就可以生成專業級嘅視覺化指令，從此告別寫 prompt 嘅煩惱。咁喺呢條片咧，你會學到6大嘅視覺風格啦，3個步驟快速生成，2個實戰案例，等你 Notebook LM 輸出嘅風格咧效果咧瞬間提升。好多人咧都有以下呢個煩惱嘅喎，想要生成好多唔同嘅風格，但係又唔知道點樣寫描述。想要好嘅佈局咧，又唔識專業術語，咁究竟應該點做呢？翻講 Notebook LM 資訊圖像生成功能，我覺得最值得講嘅一 part 咧，就係裡面嘅寫 prompt 描述翻你想建立嘅資訊圖像。咁裡面其實寫啲咩？咁其實咧我就搞咗一個 prompt 嘅實驗室，裡面咧有晒模板，有晒生成器，將整個 prompt 嘅製作流程咧系統化咗。咁我嚟睇一睇範例庫究竟講啲咩啦。粉紅可愛風適合做啲好可愛、親切感強嘅行銷內容啦。黑板手繪風咧就有濃厚嘅教學氣氛，複雜嘅概念拆解咧就最啱㗎啦。手寫筆記風啦，增加翻親切親和力，容易產生共鳴。企業風咧就適合一啲科技感啊、專業活力。簡約白板風同埋呢個數據科技風，各有風格各有特色啦。咁你揀啱咗模板之後咧，其實可以入去生成器嗰度，有3楷嘢咧，你係可以入翻嘅。需求類型你可以揀翻自己想做嘅範疇。風格就係頭先介紹翻嗰6種啦。佈局結構就係將啲資料咧，即係點樣 present 出嚟咧，你可以俾建議 AI 去幫你做都得。咁其實去到右手邊呢一 part 咧，個指令你揀好咗之後，就會生成到。中英文咧，你都可以揀翻，撳翻複製啦，去翻 Notebook LM 嗰度就可以入翻相對應嘅 prompt 噶啦。係超級實用嘅，我要將呢條 YouTube link 乾叉牛河嘅教學影片咧轉換成漂亮風格嘅視覺教學圖啦。咁喺餐飲培訓啦、美食 blog 呢啲咧都幾有用。去翻 Notebook LM 嗰度啦，其實你見到我 import 咗一個 YouTube link 上去嘅，佢亦都整咗呢條片嘅大綱俾我。咁而家下一步點樣做咧？就去翻我為大家準備嘅網站，有3個步驟係需要留意嘅。第一個步驟咧就係揀流程邏輯說明啦，因為呢個係一個教學啊嘛。風格嗰度咧我揀翻手寫筆記風，因為咧手寫筆記風咧教學呢啲咧就需要親切嘅感覺，就好似媽媽咧寫食好一樣咁嘅溫度。第3咧揀翻個佈局，不指定佈局，俾 AI 咧自由發揮最適合嘅排版方式。咁我 call 翻個 prompt 上去啦，喺資訊圖像呢一欄撳翻語言揀翻繁體中文，詳細程度揀翻精簡，再貼翻個 prompt 上去，撳翻生成。咁咧其實等幾分鐘之後咧，你就會見到個都幾靚仔同滿意嘅，因為佢個排版啦、顏色啊、字咧都生成到。咁嚟到咧第2個嘅測試啦，咁今次咧我揀翻粉紅可愛風。咁咧佈局結構嗰度咧，我規定佢一定要揀蛇形流程，即係個路徑咧 S 型咁樣展現翻個步驟嘅。到最後指令嗰度咧，亦都自動生成咗啦。prompt 咗個 prompt 之後，亦都係一樣，做翻相同嘅動作，去翻資訊圖像嗰一欄，揀翻繁體中文，詳細程度係精簡，亦都係 place 翻個 prompt 上去，撳翻生成。咁其實幾秒鐘、幾分鐘之後咧，呢個粉紅可愛風嘅 S 型流程圖咧，亦都準備好。咁你見到咧，其實佢都係好適合一啲 social media 分享出嚟嘅教學圖啦，亦都係符合翻可愛嘅風格。香港樓市分析報告啦，第2個案例咧更加之進階，示範翻點樣生成專業級香港樓市分析報告嘅資訊圖像。呢個案例咧幾重要嘅，因為我哋用到咧2個比較常用嘅商業風格。去翻 Notebook LM 嘅 project 裏面，左手邊呢個框位咧可以入翻相關嘅關鍵字啦、句子等等。香港樓市2025價格趨勢、香港住宅成交量分析、港島新界九龍樓價比較，記得揀翻 Deep Research 啦。click 翻 Enter 之後咧，其實佢就會自動咧去 run 噶啦。咁佢咧會有好多嘅來源咧可以揀翻，咁你選取翻全部 import 翻落去 Notebook LM 嗰度啦。嚟到我哋嘅 prompt 版面生成器，呢個就係揀翻專業研究報告，風格揀翻企業風，就係最現代流行嘅商業設計風格，適配咧比較大膽嘅，既有活力又專業，做 presentation 相當唔錯。咁咧佈局結構咧揀翻 AI 自行發揮就 OK 嘅。Final prompt 嗰度咧其實出咗噶啦，已經去翻 Notebook LM 嘅版面嗰度，資訊圖像呢一欄都係揀翻語言生成翻繁體中文，今次會係精簡嘅詳細程度啦，入翻個指令，撳翻生成。咁你見到咧一個簡單嘅一張圖咧就會生成翻出嚟。最重要嘅係個色調啦，同埋字體咧都相當滿意嘅，都唔需要點樣大嘅修改。咁介紹翻咧，大家如果想更改 Notebook LM 生成呢個資訊圖表裏面嘅文字內容，究竟應該可以點樣做咧？我用到呢個工具叫 Canva， 係一個編輯文字圖片嘅一個工具。咁大家咧只需要 upload 翻呢張相啦，魔法橡皮膠。咁咧呢支筆咧就可以 highlight 翻你所需要刪減嘅文字 ，highlight 咗啦就撳翻清除。咁如果咧佢有啲字咧係仲未抹得走咧，再撳多次。咁你見到咧啲字已經唔見咗噶啦。但係咧呢個功能只係 Canva Pro 用戶嘅先可以用翻嘅。有陣時 AI 咧都會生成到一啲
啲亂碼出嚟嘅。咁有咩辦法可以提升翻繁體中文字嘅準確度咧？咁呢度有少少秘訣，就喺呢個附加嘅位置啦，客製化要求呢度咧入翻一個係話請準確地生成繁體中文，不要亂碼呢一句字。咁佢就會加咗喺個 form 裏面。咁我試過咧，其實生成咗幾次，加咗呢句說話，亦都係會提升翻生成繁體中文嘅能力。咁同埋咧，當喺呢度咧揀長程度嘅時候咧，越係詳盡咧，生成亂碼嘅機會咧亦都係越大嘅。所以咧，如果大家睇翻個個人需要啦，當然揀精簡嘅時候咧就會比較合適啦。今次咧就會講啲進階啲嘅嘢啦。商業用咧，通常我哋都會有啲商業嘅會議記錄啦。我哋需要靠 LogboLM 咧去幫我哋總結翻喺雜亂無章嘅一啲會議記錄裏面咧，抽取一啲重點或者俾你快速咁樣睇翻開會講咗啲乜嘢。咁喺 Gemini 裏面咧嘅 LogboLM 啦，咁亦都係我 upload 咗呢個 Wolfpack 嘅聖誕會議記錄啦。咁佢哋會講呢個聖誕節做咩 promotion 做咩推廣咁樣啦，亦都係一樣啦。上傳翻個來源之後咧 import 翻入去 LogboLM 嗰度，講翻你需要啲乜嘢具體事項，你係想知道。你見到個答案咧 LogboLM 出翻嚟咧，佢都會幫你總結翻，好有系統咁樣，好條理咁樣 present 翻出嚟成件事究竟係點樣。譬如個 promotion 日子啊，個推廣佢渠道啊，個網店策略係點樣咧？咁個決議清單、行動計劃、時間表、timeline、負責人分工究竟係點樣咧？全部都會咧 list 翻出嚟。咁好啦，去到下一步，我會用 Gemini 咧直接上傳呢份 Wolfpack 嘅背囊聖誕嘅。咁其實我會俾個角色佢係一個香港區首席行銷策略，幫我生成一個 PowerPoint 嘅內容一個框架啦，每一頁要點樣做。咁佢咧要知道係幫 Christmas 呢個時間做 promotion。咁最重要嘅係咧佢嘅角色究竟係點樣啦？咁我要求佢有個專業、具策略性嘅語氣，有感染力，亦都技能嗰度咧講清楚，精通呢個 SWOT analysis、預算規劃、AIDA 行銷、漏斗模型框架、視覺化、簡報設計心理學等等。咁個框架嘅生成嚟得更加啲有系統同埋有邏輯，開啟翻呢個網上搜尋功能。呢個亦都係 Gemini 嘅一個好處，因為佢係一個語言模型啊嘛。咁佢可以上網咧幫你做一啲 research，去配合翻你要做 presentation 出嚟嘅嘢。咁第三步要求計劃書個框架究竟係點樣啦？每一頁係要求有啲乜嘢要發生嘅，講啲咩啦？第二講啲咩啦？咁個黃金比例又要點樣啦？色彩又要點樣啦？咁你見到咧成個框架咧都係非常之巨細無遺嘅。POM 咧係一個好有技巧嘅操作嚟嘅。往後課程咧可以再分享翻點樣寫 POM 啦。咁呢度就唔再詳細展述啦。咁我就利用咗咧呢個 POM 去 upload 翻呢個會議記錄啦，係 Gemini 一個新嘅 chat room 嗰度。咁 upload 咗之後咧，其實佢都會分析直至到去到最尾呢個重點所在就係佢會幫我出呢個簡報專用製作指令啦，即係我會利用呢個 POM 咧 paste 翻落去 LogboLM 嗰度咧做一個 POM 嘅生成嘅。咁往後嘅影片咧，再下一條影片我先會介紹翻點樣用 Gamma 啦去做呢個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因為 Gamma 係可以直接修改裡面嘅內容同文字或者圖片嘅。咁 LogboLM 咧就不能修改嘅，咁亦要靠外邊嘅工具咧 Canva 去做一個圖片或者文字嘅修改。咁你見到咧 structure 咧係非常之巨細無遺啦，每一版放啲咩字，個 visual 要係點，個 heading 要係點，咁根據翻我嘅要求去生成翻，因為呢個都係 AI， 咁當然都要 proofread 佢講啲嘢究竟啱唔啱。好啦，咁我將呢一個 Markdown format 嘅 POM 就擠咗落去 LogboLM， 生成咗呢一個Wolfpack 背囊嘅聖誕 promotion 嘅內部規劃書會議嘅一個 PowerPoint， 將佢視覺化咗出嚟啦。咁你見到呢一次個生成咗11張嘅 slide 啦，咁其實都幾符合到我要求嘅。咁大部分嘅文字咧，你準確咁樣生成到啦，亦都另外一樣嘢圖片方面咧，佢都用得都 OK 嘅。Wolfpack 嘅背囊咧係需要後邊再可以改一改啦，因為佢都唔係直接用 Wolfpack 嘅 product 嘅。咁有個初步嘅框架可以應用到嘅。咁當然個圖嗰度咧，大家用翻我教過嘅 Canva 嗰個技巧去刪除翻個圖，再 paste 翻上去咁樣啦。我哋學咗啲乜嘢？今日我哋學識咗咧6大視覺風格嘅西面應用，包括可愛風、數據風同埋企業風格嘅指令真實示範，左右對比佈局嘅強大效果，同埋繁體中文優化嘅關鍵技巧。我為大家精心準備咗咧資訊圖表 POM 自動生成器。如果大家想拎走呢套工具，好簡單，只需要留言我想要，我就會將個方法咧 send 俾你。呢個模板工具咧包含今日所有示範嘅模板指令啦，仲有更加多隱藏嘅功能咧可以等你發掘。想獲得更加多 AI 工具資源同埋實戰技巧，記得訂閱呢個頻道同埋開啟個 long 啦。我會定期喺個 YouTube 咧分享獨家嘅教學內容同埋工具更新。下一條片會講下點樣利用 Gemini、LogboLM 同 Gamma 呢3個工具嘅結合，幫大家製作專業級有數據支撐嘅 PowerPoint 示範咧，由資料搜集、數據分析個 Excel 到簡報設計嘅完整流程，等你嘅簡報咧 PowerPoint 質素提升10倍，唔可以錯過。